2026年，香港嘅春天好似嚟得特別遲。中環街頭嘅風仲吹得人寒意切骨。張柏芝默默咁坐喺廚房，面前係一碗晨早涼透咗，表面凝結咗一層白油嘅湯。佢就咁定定盯住手機熒幕，上面亮起嘅係大仔 Lucas 啱啱發嚟嘅短信，不過唔係直接傳俾佢，而係一條對話記錄嘅轉發。Lucas 喺上面問咗句：媽，呢封係我寫俾老豆嘅生日信，你幫我睇下，會唔會太狠？張柏芝隻手抖得犀利，佢冇點開，佢根本唔敢點開。嗰個曾經喺佢懷抱入面牙牙學語嘅細路，今年原來已經18歲啦。你還記得嗎？2011年謝霆鋒同張柏芝宣布離婚，轟動全城。當時嘅 Lucas 得嗰4歲，喺媒體影到嘅第一張相入面，一對對閃光燈幾乎要將個天照亮，而4歲嘅佢就咁緊緊抱住媽咪條腿。嗰種眼神成熟冰冷得令人心酸，佢冇好似普通小朋友咁大喊大鬧，只係死死盯住前面無數個漆黑嘅鏡頭，好似用眼神質問緊全世界。後來2014年風飛世紀復合，北京同香港嘅街頭全網狂歡，無數人高呼真愛無敵，祝福佢哋終成眷屬。但喺嗰個全港大肆慶祝嘅下晝，所有人都自自然然咁漏咗一個失去完整家庭，喺學校默默忍受同學目光嘅小男孩。直到尋日謝霆鋒45歲生日，成個娛樂圈風平浪靜，主角冇發任何動態，王菲那邊亦都一片安靜。就喺凌晨1點，全港最安靜嘅時候， Lucas 嘅社交平台忽然更新咗一張相，裏面係一封手寫信，紙張邊緣微微泛黃，字跡一筆一畫已經由細個嘅稚嫩變得好似刀鋒咁利。老豆，我不恨你了，真的，但你也別回來了。不是因為我不需要你，是因為我已經不需要你了。呢14年，媽咪學識一個人做3份飯，喺我同細佬發高燒嘅夜晚上網查資料，一個人開車送我哋跑醫院。佢冇怨過你，佢話你係個好人，只係唔適合做老豆。王菲阿姨令你重拾笑容，我好開心，但陪我最耐撐起呢個家嘅人，從來唔係你。呢封信喺網上瘋傳咗短短40分鐘之後就被強制刪除，但一石激起千層浪，截圖晨早傳遍咗各大討論區。張柏芝隔日回應傳媒追訪嗰陣，極力想保持體面，但眼淚最後仲係啪一聲砸喺麥克風度，發出沉重嘅悶響。佢別過臉只講咗4個字：佢長大了。而身處片場嘅謝霆鋒，據內部工作人員爆料，佢揸住手機喺休息室沉默咗好耐好耐，成個晏晝冇拍戲冇講嘢。後來一個人行入條冇人嘅走廊，出返嚟嗰陣對眼通紅，甚至連爺爺謝賢喺屋企門口被大批記者賽快鏡頭過嚟嗰陣，老人家長嘆咗一聲，聲音沙啞咁話：我想見 Lucas， 唔係以謝霆鋒老豆嘅身份，係以一個爺爺嘅身份，得唔得？一場橫跨娛樂圈20幾年，涉及2代人嘅恩怨情仇，到頭嚟最清醒嘅，竟然係一個啱啱成年嘅仔。佢冇大肆辱罵，冇做任何道德綁架，佢只係用最平靜嘅語氣講出最殘忍嘅事實。謝霆鋒用14年揾返佢嘅靈魂伴侶，張柏芝用14年守護住2個仔長大，而 Lucas 就用咗足足14年，逼自己學識去接受父親永遠缺席呢個事實。其實呢場絕交，早喺2012年嗰個下晝就埋下伏線。5歲嘅 Lucas 匿喺2樓樓梯角嘅陰影入面，透過門縫睇住老豆將一件件剪裁考究嘅西裝放進背囊，行李箱拉鏈劃過嘅聲，喺死寂嘅大宅客廳入面刺耳得好似割開緊呢個家嘅皮膚。張柏芝坐喺梳化一角，面色慘白，指甲深深扣進掌心肉度。佢用沙啞嘅聲音問咗句：真係唔扭？男人冇回頭，熟練咁戴上副標誌性嘅黑色墨鏡，將所有愧疚同動搖隔絕喺墨鏡後面嘅黑暗之中。5歲嘅 Lucas 當時好想衝落去，挾住男人嘅衣角問佢係咪唔要自己，但謝家祖傳嘅硬頸令佢死死定喺原地。當大門框當一聲重重閂埋，門外潛伏嘅傳媒閃光燈瘋狂閃爍，5歲嘅 Lucas 心裏冇眼淚，只有一種荒涼嘅領悟，原來最親嘅人真係可以話走就走，連頭都唔回。
到咗2014年，風飛傳出復合，全城報刊亭嘅封面都被嗰張相霸佔。7歲嘅 Lucas 坐喺校車度，被一班天真卻殘忍嘅同學仔攞住報紙圍住。你老豆係咪有新媽媽？佢係咪唔返嚟接你放學啦？ Lucas 一句話都冇講，佢只係死死抓牢書包帶，指關節因為用力過度而呈現一種死魚眼般嘅慘白。返到屋企，電視咁啱播緊謝霆鋒喺外地轉經輪嘅畫面，超然物外，幾咁虔誠。而一牆之隔嘅房入面，媽咪攤坐喺地下，望住散落一地嘅舊合照發呆。7歲嘅 Lucas 喺嗰一刻，靈魂發生咗慘烈嘅異變。佢發現喺老豆嘅人生排序裏，骨肉親情竟然排喺所謂嘅真愛同靈魂伴侶之後。佢默默行入房，當面撕爛晒所有父子合影，任由碎片喺空中飄落。佢話俾自己聽，一定要變強，將謝霆鋒個仔呢個標籤連同呢份血脈一串一串從肉入面挑出嚟。隨住骨骼一年年拔高，青春期嘅 Lucas 陷入咗一場名為基因嘅恐怖囚牢。每日清晨照鏡，見到鏡入面越來越鋒利嘅下巴，微微上挑帶着疏離感嘅桃花眼，仲有慣性敏感嘅薄唇。佢覺得前所未有嘅戰略鏡入面企嘅，分明就係佢最討厭、最痛恨嘅嗰個男人。喺校園籃球場上，佢跳躍扣籃嘅完美弧度，引得圍觀嘅女同學發出一陣陣驚呼。每個人都話佢簡直係謝霆鋒當年生龍活虎嘅翻版。但呢啲讚美對 Lucas 嚟講係帶到鈎嘅利箭。佢開始發瘋咁剪碎自己精心打理嘅頭髮，留起參差不齊嘅短寸，拒絕老豆中意嘅所有衣着風格。甚至有一次佢翻到部舊吉他，當佢鬼使神差撥動琴弦，發現自己天生對音律有無比敏感嘅天賦嗰陣，佢覺得好核突，好骯髒，一巴掌將吉他狠狠砸碎喺地下。佢喺日記寫落：我是謝震軒，不是小謝霆鋒。如果血液洗唔清，我就用餘生剝離呢層皮。當同齡嘅小朋友仲為去邊度旅行、買乜嘢玩具嘈交嗰陣，10歲嘅 Lucas 已經學識喺深夜死寂嘅空氣入面，精準咁聽出媽咪高跟鞋嘅腳步聲。如果腳步雜亂而沉重，佢就知道媽咪喺出面又被長槍短炮追訪到崩潰邊緣。佢會熟練咁倒定一杯暖水，悄悄收埋客廳嘅酒樽，好似一個成熟嘅守護者咁守住個家。細佬 Quintus 細個問過哥哥：老豆幾時返嚟幫我過生日？ Lucas 用尚且單薄嘅手死死遮住細佬對眼，冷冷清清，語氣溫柔得令人心碎咁講：咪睇咪等，我哋不需要佢。謝霆鋒喺鏡頭前展示無懈可擊嘅頂級廚藝，精緻慢活，而 Lucas 喺大雨滂沱嘅深夜，為高燒到40度嘅細佬，一個人在街頭頂住風雨等車。謝霆鋒係香港影壇最後嘅貴族，金像獎紅毯上星光熠熠，佢喺台上接過獎杯，發表關於理想、關於拼搏嘅感言，全場起立拍手。但喺幾公里外嘅學校禮堂，一場再普通不過嘅家長座談會入面，Lucas 張台放住一封親手寫、字跡工整到近乎卑微嘅邀請函。直到聚會完全結束，身邊同學一個個被父母十指緊扣接走，討論去邊間茶餐廳食宵夜，嗰個屬於謝霆鋒嘅位，自始至終都係一個漆黑諷刺嘅黑洞。老豆有時間拯救世界，有時間經營愛情，有時間為咗一道菜在廚房研究成晚，唯獨冇2個鐘頭去填補亞仔眼裏唯一一次嘅渴望。Lucas 開始主動拒絕任何需要家長出席嘅活動，佢面無表情咁同老師講：我老豆好忙，忙住拯救香港電影，忙住喺灶台前精雕細琢。15歲嗰年，兩父子喺中環一間頂級私人會所嘅長廊狹路相逢。15歲嘅 Lucas 幫媽咪翻去攞落低嘅重要文件，行到地毯厚重、燈光昏暗嘅轉角，紅木門被推開，撞到啱啱應酬完、領帶鬆垮、帶住一身名貴香水味同煙草味嘅謝霆鋒。嗰個喺電影入面對千軍萬馬、斷咗無數根骨頭都面不改色嘅男人，喺看清 Lucas 嗰一秒，竟然徹底僵硬住。佢下意識摘落墨鏡，眼神充滿慌亂。佢望住身高已經快要同自己一樣嘅仔，嘴唇震動，帶住一種彌補卻無處着力嘅虛弱，沙啞咁叫咗聲 Lucas。但 Lucas 眼神冇驚喜、冇控訴、
冇任何預演過嘅憤怒，只有死水一般嘅平靜。佢開口，聲音好似深秋嘅雨，毫無溫度。你有事嗎？謝先生。謝先生呢三個字，好似一根碎咗毒嘅鋼針，精準咁扎進金馬影帝嘅心。Lucas 側過身，禮貌而疏離。如果冇事，請借過，我要返屋企。兩人擦肩而過，謝霆鋒聞到阿仔身上清淡嘅番皂味，嗰種屬於家嘅味道，係佢晨早丟失，再都返唔去嘅遠方。18歲成年禮如期而至，全港媒體屏息以待，但佢哋等唔到豪門大和解，只等到一封在謝霆鋒手中被捏到變形嘅信。信嘅開頭冰冷咁寫住謝先生。Lucas 寫道：18年前你俾咗我生命，我以前以為係最大嘅恩賜，後來發現只係你隨手丟落嘅籌碼。今天我成年了，關於父親這個角色的名額，在我的生命裏永久註銷。我以前瘋狂恨過你，恨你打唔通嘅電話，恨你記唔住我生日，恨你將最深情嘅吻俾咗人，留俾我哋最決絕嘅背影。但依家我不恨了，因為恨需要力氣，需要關注。你對我嚟講，只係報紙頭條一個同我生得好似嘅陌生藝人。你嘅曠世絕戀照唔亮我嘅童年，自然都干預唔到我嘅餘生。你自由了，去收你的禪，談你的戀愛，千萬別回頭。我不恨你了，但請你也別回來了。別回來了四個字，好似終審判決，封死咗謝霆鋒所有想彌補嘅退路。全知視覺下可以看到當晚喺中環5星級酒店嘅頂層包廂，謝霆鋒維持住筆直嘅坐姿，但藏喺桌子底底嘅雙腿喺度劇烈打戰，汗水浸透咗信紙，將字跡暈染成一團模糊。佢諗起自己每年打過去嘅千萬撫養費，以為係厚重嘅鎧甲，但依家信裏嘅每一句話都好似一記清脆嘅耳光，抽喺佢傲慢嘅面上。原來喺亞仔嘅世界，最貴嘅從來唔係張支票，而係床頭嗰個身影。佢喺鏡頭前展示嘅每一分通透淡薄，喺 Lucas 眼中都成了極度自私嘅冷血。佢行到巨大嘅落地窗前，望住腳下維多利亞港依舊燦爛嘅萬家燈火，名車、豪宅、獎杯、讚美，在這一刻都變成了沉重嘅枷鎖，壓到佢喘不開氣。佢嘗試去翻通訊錄，揾那個曾被佢視為過去式、被佢拋棄嘅女人張柏芝，但嗰個熟悉嘅號碼一早變成了灰色。精神防線在這一刻徹底崩塌，佢唔再係那個風華絕代嘅明星，只係一個年近半百，被親生兒子徹底放棄嘅可憐男人。一行公眾從未見過嘅眼淚，順着深陷嘅法令紋悄然流落。當清晨第一縷陽光穿透濃霧，照進那間滿地狼藉嘅包廂，18歲嘅黑道對普通人係成年嘅禮讚，對謝家係親血嘅割裂。Lucas 行出門口嗰陣，冇帶走任何屬於名門長子嘅奢侈品，佢只着住一件普通嘅白恤衫，孭住個洗到發白嘅帆布袋，迎住朝陽行入中環密密麻麻、熙熙攘攘嘅人群。佢眼神透出一種前所未有嘅鬆弛與自由，佢終於明白到，宿命唔係要你重複老豆嘅舊路，而係要你喺滿地瓦礫中親手開闢一條屬於自己嘅路。而謝霆鋒則被永遠留喺了那個奢華、精緻卻冰冷嘅過去。我哋成日歌頌破鏡重圓，歌頌血濃於水，但喺呢個充滿戲劇張力嘅名利場，有些鏡碎咗就係碎咗，哪怕用金粉去勾勒，裂痕依然係傷人嘅兇器。有些血緣散咗就係散咗，留住同一個基因，都終究換唔返一次靈魂嘅共振。影片嚟到尾聲，我想問問所有睇到呢度嘅朋友，如果你嘅童年都曾有一張空凳，你依家仲會恨嗎？仲會等嗎？父母與子女嘅緣分係一場雙向修行，如果你只顧住奔向自己嘅星辰大海，唔記得回頭牽一牽嗰隻自嫩嘅小手，終有一日你想越過大洋回頭，條路一早長滿荒草，再無一盞燈為你而留。如果你都感同身受，不妨幫我點個讚，訂閱呢個頻道，同分享俾身邊嘅朋友，喺留言區一齊傾下你嘅睇法。我好似見到少年 Lucas 喺人群中回頭，對住那個高高在上嘅幻影微微一笑。謝霆鋒，我不恨你了，你保重，
我嘅人生已經開始啦。